Hello，大家好，歡迎返到嚟50/50聽學愛。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喺全球賣咗超過150萬本嘅溝通聖經《How to Talk to Anyone》，中文譯名係跟任何人都可以傾得到偈。作者係國際知名嘅溝通專家利兒朗提。呢本書收錄咗92個具體細微可以學習嘅溝通技巧，涵蓋肢體語言啦、第一印象、閒聊、讚美同埋電話溝通呢啲嘅範疇。點解呢本書咁受歡迎？因為作者將魅力同埋好感拆成一個系列係可以刻意練習嘅動作，令社交能力變成可以後天學習嘅手藝，而唔係天生嘅天賦。今日上半部分，我會集中講本書嘅3個核心理念，同埋幾個關於第一印象同打開話匣子嘅實用技巧。下半部分我會分享點樣融入圈子、讚美人，同埋喺香港職場同家長圈應用呢啲嘅技巧。好，我哋開始。核心理念1：第一印象係不可磨滅嘅詮釋圖。作者指出，你開口講第一個字之前，你俾人嘅印象已經有超過80% 被決定咗。初次見面嘅力量真係驚人嘅。你俾新相識嘅第一印象，就好似一張明亮嘅詮釋圖，會瞬間烙印喺對方嘅記憶入面，並喺好長嘅一段時間裏邊呢，成為佢同你打交道嘅基礎。呢個觀點呢，係得到現代神經科學研究嘅支持。人類大腦中嘅杏仁核係負責處理情緒反應，佢能夠喺理智大腦完成處理信息之前呢，就做出戰或逃嘅快速判斷。所以掌握非語言技巧唔係錦上添花，而係建立喺任何成功關鍵嘅必要前提。作者話：你唔需要成為超人，你只需要掌握一套有效嘅系統。核心理念2：溝通嘅障礙在於錯過咗旋律。作者指出，我哋人喺社交之中屢屢咁碰壁，唔係因為缺乏善意或者共通點，而係因為佢哋只關注對話嘅文字，忽略咗佢嘅音樂同埋旋律。呢種阻力呢，係源自於3方面嘅。第一就係情緒狀態唔匹配。當一個高能量嘅人遇到一個疲憊嘅人，強行開啟對話就會造成侵略嘅狀態。第二，過早暴露共通點，急於用一句我都係啊嚟到去建立連結，反而就會扼殺咗對方分享嘅慾望。第三，用咗圈外人嘅言語，用錯詞彙會立即喺潛意識層面建立咗一道屏障，將自己標籤成為非我族類。核心理念3：溝
溝通滿足咗對方被認可嘅心理需求。實踐溝通技巧所帶嚟嘅最深層回報咧，超越功利性嘅社交或者商業成功，佢係觸及人類最根本嘅心理需求，被看見、被理解、被認為係特別嘅。當你俾某一個人100% 嘅關注，或者記住並提及對方生活之中一啲微小細節嘅時候咧，你傳遞嘅訊息係你好重要，我關心你。呢個同心理學家馬斯洛嘅需求層次理論之中嘅尊重需求同埋歸屬需求緊緊相連。作者引用銷售大師齊格勒嘅名言：人哋唔係在乎你知道幾多，直到佢哋知道你有幾在乎。好啦，明咗之後，我哋都要識得實踐返出嚟。我哋一齊睇下點樣可以打造到令人難忘嘅第一印象。技巧1：言辭微笑。唔好一見面就即刻笑，先望住對方嘅面，停頓1秒，感受對方嘅狀態，然後先俾一個溫暖真誠嘅微笑慢慢咁樣滲出嚟，連眼睛都要帶埋笑意㗎。呢一個短暫嘅言辭會令到對方覺得佢嘅微笑係專為我而綻放嘅，而唔係千篇一律嘅禮貌式問候。如果應用喺香港嘅情景，見工面試嗰陣時，我哋入到面試房之後，就可以望住面試官停一停，然後先微笑打招呼，會令對方覺得你沉穩啦、自信。家長聚會第一次見到其他家長，都可以用言辭微笑去取代職業假笑，會令對方覺得你真誠。喺職場嘅茶水間，遇到唔係太熟嘅同事，可以先眼神接觸，再微笑，比起低頭迴避或者即刻假笑咧，更加顯大方。而第2個技巧咧，就係黏性眼神。想像下你嘅眼睛俾暖粒粒嘅拖肥糖黐住喺對話夥伴嘅眼睛上面，即使對話講完之後咧，都唔好即刻移開個視線。當你必須要移開目光嘅時候咧，要非常緩慢，唔情願咁樣去做，就好似喺度拉緊嗰啲黐住嘅糖絲，直到佢最終斷裂。呢一個其實係展示你嘅專注同埋自信。跟住去到第3個技巧，嬰兒式嘅轉體。當有新人加入會議或者行近你嘅對話圈嘅時候，就可以不妨喺佢哋嘅方向嚟一個轉身，而唔係只係得個頭，全心全意咁樣去轉身，就意味住我停低咗手上邊嘅嘢㗎，
你擁有我全部嘅注意力，你係重要嘅。半轉身呢，就只係意味住我喺度處理緊你，但係同時呢，亦都做緊第二件事。呢一個技巧喺香港職場都特別有用。開會嘅時候有新同事入嚟，你成個身轉過去歡迎佢，會令對方覺得被重視。跟住去到第四個技巧，情緒嘅匹配。開口之前，先對住你嘅聽眾進行心靈快照，判斷下對方嘅情緒係高漲啊，定係沉穩嘅。喺最初一兩句説話入面，匹配對方嘅語調同埋情緒狀態，然後先至逐步引導。作者話：如果你想同頻率相通，咁就要先校準你嘅收音機啦。去到第五個技巧，就係永遠都唔會裸奔，做個有句嘅自我介紹。當人哋問你住喺邊度啊，又或者你做咩工嘅時候，絕對唔好淨係俾一個光禿禿嘅事實，加上一個能夠引出對話嘅區。喺香港嘅職場實例呢，就係例如同事問你住邊㗎？唔好淨係答我住喺將軍澳，可以用呢個方法去打開話題。我住喺將軍澳㗎。嗰邊呢，近排開咗一間都幾正嘅燒肉店，你哋有冇試過啊？當喺同其他人傾偈嘅時候，問你做啲乜，唔好淨係答我做市場推廣，就終結咗個對話。可以答我做市場推廣嘅，最近研究緊點樣用 AI 去寫廣告。都幾有趣㗎，咁對話就會展開㗎啦。技巧6，做語言嘅偵探，留意對方用情緒或者異常頻率講出嚟嘅詞語，嗰啲先至係佢哋真係關心嘅話題。如果對方喺討論其他事情嘅時候，兩次都提到要快，就要去回應呢個節奏，而唔係表面話題。我哋人其實係透過言語重心暴露咗真實嘅關切，比透過明確嘅話題選擇更加可靠。咁如果我哋又應用返喺我哋香港同家長溝通嘅時候呢，其他家長可能講起升中派位好麻煩，唔好即刻話我都係，而係問你睇咗邊幾間啊？我都有少少資料可以 share。如果對方講到小朋友成日掛住打機，唔好批評，而係話我個女都係啊，你平時點樣同佢約法三章㗎？呢一種嘅回應方式會令對方覺得你真正聽到佢哋嘅需要，而唔係淨係想同佢哋講自己嘅嘢。今日我哋分享咗3個核心理念。第一個印象係不可磨滅嘅詮釋圖。另外一個核心概念，溝通嘅阻礙係在於錯過咗旋律。第3個概念，
溝通滿足咗對方被認可嘅心理需求，亦都分享咗書裏邊頭嗰6個嘅實用戰術技巧。第一，言辭微笑，令笑容更加之有溫度。第二，黏性嘅眼神，展示專注同埋自信。第三，嬰兒式嘅轉體，俾對方100% 嘅關注。第四，情緒嘅匹配，先同步後引導。第五，做個有句嘅自我介紹，唔好做話題殺手。第六，詞語偵探，聽出對方真正關心嘅嘢。下半部分我哋會分享點樣去融入圈子嘅技巧、讚美嘅藝術，同埋喺我哋生活職場裏邊實用嘅一啲嘅應用。如果你都覺得今日嘅分享係有用，歡迎留言話俾我知，你最想改善嘅溝通技巧係邊一個？我哋一齊聆聽，一齊學習，一齊愛生活。如果你都喜歡今日嘅分享，就記得 share、like 同埋 subscribe 啦。呢個頻道咧係歡迎真誠嘅交流，非誠勿擾。惡意或者冇建設性嘅留言係將會被隱藏。請將力氣留俾更重要嘅人同埋事。感謝體諒。我哋下次再會。記得50% 聆聽，50% 學習，100% 愛自己。